感情无奈何，才会予你来人，一生幸福来断送。心所爱的人是负心汉，是永远难忘的梦。心所爱的负心汉，梦是永远一条空。 哈，即摆的社会吼，是逐工拢足欢迎，逐工伫咧进步，为了食好，搁做勤苦。要毋过甲回想着较早吼，迄农业社会吼，哎哟，生活实在是有够善食。所以今仔日吼，咱这倒职公安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叫做“静的静寸铁，富的富就天”。咱首先来看一段“静的静寸铁”。咱拢高无？哎呦，这都叫做珍珠啊，袂很稀的饭啦。哦，就是安尼哦，这一粒一粒敢若珍珠咧哦。阿准啊，没煮好啊，紧来出来食啦。你要去食珍珠糜啊？晓？嘿啊。哪三顿拢食这啦？哎呦，你搁讲，安怎有法度？你无看你一工趁偌济，当然嘛是食这款很稀的饭。我嘛是真拼死咧做啊，就无法度啦。咱遐个地吼。 咱就无本钱，通去买农药，所以迄猪仔拢互虫安尼咬死了，都无收成，哪有法度大家较进来咧啦？唉，是讲话搁讲倒转来，这个日子是要度到当时。嘿，你两个点点哪毋紧食，咧创啥？阿母啊，都珍珠糊了啊。阿母啊，讲春汤尔。哎呦，春汤嘛，就爱猛吞。吞落啦，迄珍珠汤啦。真正有影，拄啊迄段就是静的静寸铁。迄善食的时阵吼，真正有够善的。也毋过日子的变迁，时代的经过，40多年了后，哎哟，社会进步的繁荣是大家拢总知影。即摆用的讲是大家拢做好业，三顿食好，搁做勤苦。咱来甲看下半段，富的富上天。啊，食饭哦！妈咪啊，要食饭哦！逐工拢食饭，人莫食饭啦，人今日要食汉堡。汉堡。规道店专菜，怎么食什么汉堡啦？阿母来了，我你是咧讲啥？你著讲什么？唔食饭啦，讲食到细啦，要食汉堡啦。汉堡哦，无要紧啦，囡仔若介意食啥物，咱都做较会到，买好食无要紧。真是嘞哦！哎，爸爸，我不但是要食汉堡吼，我搁要汉堡内底要搁加迄乌
啊，爸爸，迄哦，大概拢阮迄个토마토酱哦，食了换咱会咸。我要阮迄个燕窝。两个拢内行的，好好，爸爸搁买迄个鱼翅汤来炖，互恁啉好不好？哦，等。即摆囡仔一个真有哦，佫会拉咧哦。哎呦，这家庭的妇孺嘛对，拄啊甲我拄啊讲的俗语共款，叫做剑的剑寸铁，布的布上天。